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陳幸瑜甲趙建明離婚的風波，繼續來探燒。昨原本歡喜來過情人節的陳幸瑜，因為一篇的 po 文，讓伊心情大受影響。這篇 po 文的作者王醫師自稱是趙建明的朋友，伊質疑陳幸瑜進前的講法，攏是一面之詞，也就是高頻的講法。陳幸瑜懷疑這篇可能是趙建明找人代寫的。因為當時怨恨伊，佮怨恨因兜入骨的人，只有趙建明一個人。陳幸瑜講，目前敢若希望會當順利甲2300萬的教育基金討回來。若趙建明陰暗就會回國。那我心情不好了。陳幸瑜透早夜雨山上班，心情甲天氣同款無好。沒人知道我兒子是誰啊？我感覺那個就是趙建明找人出來寫，或者他自己寫的。前日這個笑容，攏因為這篇文章完全的消失。一個自稱是趙建明朋友一個姓王的醫師，佇社群平台嗆陳幸瑜，無提出證據，自稱見證真濟內幕，抑閣無受保密條款的約束。質疑陳幸瑜進前的講法是，攏依照伊的一面之詞，抑閣和陳幸瑜質疑講這個神秘人士的身份。你恨扁家的人，又同時恨我，恨到3個人，恨到入骨，又用那些字眼的。我身邊我就只有趙建明一個人。前第千金甲趙建明離婚的風波也未煞，有身心科醫師認為講，趙建明之所以對變改態度有這大的改變，就可能出現溫情反轉的現象。從感恩突然就變到怨恨，尤其是當你傷害是來自於高度信任的人，他就覺得被背叛嘛，然後有時候一些想法就會轉變，就完全就是趙建明現在的心態啊。我希望他能拉回正常人的軌道一點，然後把該還的小孩的教育基金還。有風聲在傳講，趙建明將佇陰暗下坐飛機返來台灣，透過朋友在放消息，將會說明一直無對外公開原因。看這個辦事，雙方的恩恩怨怨未遐快散。